我哋慈敬學校咧喺8年前咧已經開展咗咧家長教育啦。我哋以家長係學校嘅同行者啦，一齊培育慈悲與智慧兼備嘅慈敬人咧為目標。我哋希望同家長一齊學習啦，一齊交流，一齊溝通，期望咧家長能成為咧學校嘅好夥伴。正因為咁樣啦，我哋未來3年嘅發展計劃咧嘅學習主題咧就定為活出幸福，開拓智慧。希望學生同埋家長可以透過參與校園嘅學習啦，同埋活動攞到幸福感。所以咧，我哋每個月咧都會舉辦咧家長學堂啦、家長茶聚嘅活動啦。我哋亦都會開放校園等家長咧隨時隨地咧入到嚟學校咧同校長啦同埋老師咧見面同埋傾偈。我哋咧仲會邀請家長咧擔任故事爸爸媽媽啦、家長義工啦，加強家校之間嘅聯繫。我哋希望咧俾家長明白學校係點樣咧推展正向教育，了解咧同學仔咧喺學校學習嘅生活啦，提升家長咧喺運用正面方法管教嘅信心。個目的其實都係希望咧家長從中咧揾到滿足感同埋認同。呢啲嘅活動咧加入咗好多互動嘅元素同埋外出參觀嘅機會，好似咧家長正念工作坊啦、遊戲治療工作坊啦、種植工作坊等等。我哋為家長咧提供一個咧 Me Time 嘅平台，俾佢哋都有機會咧關顧到自己嘅身心健康。當一個人咧嘅正面情緒咧越嚟越多咧，對佢哋嘅生活嘅滿足感咧亦都會提升，會更加容易感到幸福。為咗促進學生嘅身心健康發展啦，我哋咧喺24-25學年咧都舉辦咗一系列嘅4R 精神健康約章活動，當中咧有生日變復日啦、慶生嘅活動、班際比賽、考試打氣同埋輕鬆嘅活動等等。當中最受歡迎咧一定係午休自由行啊！適當嘅休息可以咧讓同學仔咧保持大腦嘅健康發展，所以我哋亦都將中午嘅休息時間咧稍為延長，等同學仔咧可以更有精神咁樣繼續上堂。今次由教育局舉辦嘅童話寄語貼紙設計大賽，我哋好感恩能夠獲得最積極學校參與獎。相信我哋嘅家長已經好習慣咁樣積極參與唔同嘅家長同埋親子活動，加上今次嘅活動主題同我哋學校嘅發展方向係一致嘅，培育正向價值觀，強調幸福同身心靈健康嘅重要。我哋將呢個比賽融入咗喺課堂裏面，等同學喺課堂入面了解到活動嘅宗旨，透過建立健康同埋正向嘅生活習慣，協助佢哋自我關懷，增強抗逆力。我同先生咧都好積極咁鼓勵小朋友參加學校嘅活動嘅，因為可以加強學生同埋學校之間嘅聯繫同埋歸屬感。又可以增強老師同埋同學之間嘅互動同埋交流嘅。最近我哋咧就參加咗童話寄語貼紙設計大賽，我哋揀嘅主題係充分休息同放鬆，參與閒暇活動，定期進行親子伴讀，以及擁抱，仲有保護大自然添。呢一個主題都好符合我哋一家，因為我哋呢個家庭都主張親近大自然，追求遊戲中學習，好好享受每一刻㗎。我同媽咪一路傾偈，一路創作。我哋希望透過作品帶出閱讀、觀察同體驗自然好玩嘅地方，咁樣可以放鬆身心，又可以有好好嘅觀察力。呢個方法又好玩又得意。我同媽咪一筆一筆咁畫出人物、風景、情景，好似變魔法咁㗎。今次嘅比賽令我思考到底乜嘢係健康嘅生活習慣。我認為就係規律嘅生活。規律嘅生活係可以幫助建立小朋友嘅安全感，同埋俾佢哋適當嘅空間去放鬆。所謂學習有時，休息有時，遊戲都有時，呢3樣嘢係需要互相平衡嘅。所以媽咪幫助小朋友做好時間管理係好重要。就好似親子伴讀，對於家長嚟講係有一定嘅難度。好多時因為自己或者小朋友覺得攰而做唔到，所以我會喺放假嘅時候安排親子伴讀。近期學校就介紹咗一啲網上嘅閱讀工具，的確幫咗好大忙。另外，擁抱自然咧係我最中意嘅一環，因為可以幫自己同小朋友叉電啊。至於未來嘅健康生活大計，我哋會跟翻大自然嘅節奏，用春收、夏長、秋收、冬藏為原則，
好好休息，保持健康。祝願所有家長同小朋友活出幸福，開拓智慧。